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1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的胡市虽然是下跌，但是比昨天稍微好点，因为毕竟涨的股票多一些，跌的股票少一些啊。A 股三大指数今日震荡整理，截至收盘，沪指跌0.4%，收报3367点；深成指跌0.07%，收报10179点；创业板指数跌0.19%，收报2039点。这个涨跌比，上涨的是3002家，下跌的是2187家。你看涨多跌少，虽然各大指数都是绿的，但毕竟涨的还是要多一些。什么原因大家恐怕也知道，也银行股、大金融偃旗息鼓。实际上在这个点位3400点左右，3300点以上，涨跌倒无所谓，只要不快速下跌或者快速上涨，其实没什么。这个时候更多的是看成交量，两市成交量刚刚过1万亿。我在节目里面反复强调，就是成交量它不能骗人，对吧？指数失真了，它可以通过拉银行股、中字头的大盘股来控制指数，但是这成交量反映了大家参与的热情，这个指标作假就比较难一点，那是真金白银往里放啊。所以我们一直比较关心成交量。那现在你看成交量又到了1万亿，那就下周又到了关键时候。如果成交量萎缩到1万亿以内，这个点位它是撑不住的，只会震荡向下。如果又回到1.5万亿以上，那么它恐怕在这个点位上又要震很长时间。咱们从这个成交量来看，沪深两市成交量又只有1万亿了，也就说明大部分资金都已经撤出了，在观望，因为它找不到进去的理由。从这个 K 线图看，更像是就搞了2个双头，但是也不保险，也有可能下周在什么特殊情况下来一根阳线，又站到了3400点以上，这个都有可能。但问题是我一直强调，没有走牛这个根基，一切都是枉然啊。你比如说今天是机器人板块好像大面积涨停，不光是内地沪市，这个港股也是。根据武汉发布的消息，5月16日2025世界数字教育大会闭幕式在武汉召开，儒数科技创始人作为中外发言代表第一个上台发言。这个媒体报道，这券商中国报道说，每次黄星星出现似乎都会带动机器人概念大涨。5月16日机器人板块再度明显走强，整个板块出现大面积涨停的情况，港股机器人概念也是多股拉升，第四范式一度涨超 8%， 优必选一度大涨 8%。 此外，马斯克在利雅得举行的沙特以美国投资论坛上表示，他预测人形机器人的数量最终将达到数百亿，从而彻底改变全球经济。马斯克表示，有了这种规模的自动化，生产力可能飙升，并迎来他所谓的普遍高收入，届时商品和服务将变得如此丰富，以至于没有人想要任何东西。问题是，即便马斯克说的对，那跟咱们的机器人有什么关系？咱们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实际情况，声望宏源发布研报认为，他说目前人形机器人的硬件成熟度高如软件，而软件是人形机器人走向商业化的关键，但研究相对空白。声望宏源这个研报似乎说的还比较客观。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语数机器人和其他人形机器人是否存在炒作过度？我就跟你说吧，2018年麻省理工公开了机器狗的源代码，2020年波士顿动力开源了一部分代码，2020年3月斯坦福公开了硬件图纸和源代码，并发布了组装教学。任何有相关经验的人用$900就可以完成组装。之后我们村的机器人开始井喷，开始 A 轮 B 轮 C 轮。2020年8月某维发布了宣称是自主研发的机器狗。2021年语数科技发布了宣称是自主研发的机器狗。根据波士顿开源节奏，下一次波士顿开源可能是10年后。三个合理推测一下，一旦失去进一步的开源信息，语数科技的机器人不出意外就会停滞不前，融资加拿几年补贴后，大概率就会逐步淡出人们的视野。
是的，淡出我们的。大家看一下这个 UP 主说的，感觉很巧合啊？难道就这么巧吗？你看声望宏源也说了，他的说法正好印证了这个 UP 主说的。声望宏源认为咱们软件研究相对空白，那也就是我们是不是等着波士顿，等着国外的这些厂商开放源代码？这个也符合咱们很多产业发展的规律。你比如新能源汽车，特斯拉来中国之前，那大家都是在骗补。这么说虽然有点绝对，但是大体上就这样。这种报道特别多啊。那特斯拉来了之后，为什么新能源汽车蓬勃发展呢？马斯克说他开源，你随便抄。我们的手机为什么发展的这么快？小米手机、某维手机，对吧？还有什么 OPPO， 为什么我们的手机发展这么快呢？哦，原来是谷歌安卓系统的开源。这么说，我不是否认说我们机器人就不行，实际上在人家开源的基础上，你把它应用做好，这个也非常有发展前景。但是不要吹过了，还是要谨慎一点。吹过了，盲目自信就忘了本。前不久在北京亦庄举行的马拉松人形机器人马拉松比赛，好多机器人都跑散架了，有的干脆就不敢去参加，搞得有点像传武，叫树高莫用，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都不敢。但是他自己拍宣传片可以，躲在那儿拍各种广告，但是人家拉出来溜溜那不行。所以说在人形机器人这一块，如果马斯克说的对，未来这个人形机器人或者是机器人这个产业怎么样，那我们更得要小心谨慎。我们再看看咱们现在银行股已经突破了10万亿市值，咱们整个沪市的市值我记得好像大概90万亿，大概就这个上下，肯定没有过100万亿。银行股一共才20-30只，5000家上市公司，这个银行股20-30个就有10万亿，占了1/10。今天央视财经报道说，巴菲特大砍银行股，一季度巴菲特旗下的公司新建仓股票为0，就是说一季度巴菲特他不仅没有买股票，他还把这个银行股都砍掉了。根据美国道琼斯旗下的网站报道说，美国知名投资人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15日公布了截至今年3月31日的一季度持仓报告。根据当天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文件，伯克希尔清仓1463万股花旗集团股票，减持4866万股美国银行股票，减持比例超过7%。说明什么呢？巴菲特不看好银行股。我们再看财联社报道说，中国顶流私募大举加仓中概股。中国顶流私募曝光美股成绩单，中国顶流私募曝光美股成绩单，大举加仓中概股，乐观看待中国前景。财联社5月16日讯，随着美股机构投资者第一季度持仓数据报告陆续披露，说高瓴、高毅、景林等中资私募机构海外投资动向尽数浮出水面。总体而言，今年第一季度这些机构更加大了对中概股的投资，表明在今年年初东升西落的行情背景下，中资私募巨头对于中国资产前景的乐观态度。中国顶流私募怎么跑到美国去加仓中概股？他为啥不直接在沪市或者在港股买呢？这个挺让人匪夷所思的。你跑到美股，跑到纳斯达克买中概股，那你为啥不来沪市直接买？有人说了，那人家募集的是美金，他不方便进这个沪市，进沪市有额度，那你可以香港随便买，为什么叫舍近求远？我们再看看这个沪市的奇葩现象。大家还知道沪市有一个神奇的股票，它被金融消费者称为药中茅台，药毛。它是什么股票？就是片仔癀。这个片仔癀是干什么用的我也不知道，总之这玩意非常贵，为什么贵我也不知道。这个片仔癀2021年年中的时候，在网络平台上，片仔癀它一粒是卖多少钱呢？卖1600块。而片仔癀一粒是多少克呢？它一粒只有3克，算下来平均每克533块钱，这是它价格最高的时候。这黄金玩命的涨到现在也才涨到1000一克吧，现在也掉到800多，就这个涨了这么长时间，你说你跟片仔癀比起来，那人家轻轻松松就到了500多一克啊。片仔癀它是吃的，跟黄金可不一样，黄金那玩意不会少，你不管是把它打成金戒指，还是打成大金链子，或者是搞成金条，它不会少。没有人吃黄金，那吞金那是自杀，所以也就是黄金开采出来之后它不会少。但是片仔癀这玩意吃的玩意能涨到500多一克，所以说它是药中茅台，没毛病。但是最近这个药中茅台也熄火了。根据最新年报，2024年片仔癀实现营业收入108亿元，同比增长7.3%，规模净利
润将近30亿元，同比增长6.4%，扣非规模净利润30亿元，同比增长6.6%。这个成绩乍一看还是不错的，在其他的上市公司前面一比，那还是拿得出手的。但是它这个营收的增速创下近10年最低值，到了2025年1季度，片仔癀更是出现营收同比下滑。从这个资本市场看，截至2025年5月15日收盘，片仔癀的股价为209元，这个价格看着也挺高的，209，但是相比较当年的高点，它已经跌出了56%，也就是已经实现了腰斩。遥想2019年到2021年底，片仔癀股价从84块钱涨到了437元每股，涨幅高达418%。2021年7月更是一度飙升到491.88元每股高点。在这样的狂飙之下，片仔癀的市盈率一度超过160倍。这160倍相当于什么概念呢？当时中国第一股茅台，它的市盈率只有56倍，也就是这个片仔癀的市盈率是贵州茅台的3倍。要么怎么它是药中茅台？茅台是用来喝的，它的片仔癀是用来吃的。时至今日，相比最高点，片仔癀的市值蒸发超过1600亿元。截至2025年3月底，片仔癀的股东人数是12.35万户。这12.35万人呢，恐怕在深度套牢之中，不知道他们现在作何感想。当初为什么要买药中茅台？是看中了片仔癀什么？市盈率160倍还要追进去啊？是什么东西支撑它杀进这个片仔癀呢？这么高的市盈率还要去追？最主要的问题是，即便腰斩，片仔癀的市盈率还有42倍，那现在它的市盈率还是茅台的1.8倍，也就是说很有可能还没跌到位，这就是过度炒作啊！当一家上市公司的估值透支未来很长时间的利润预期，那么等待着它的就是暴跌，就是价值回归。这个片仔癀的一大特点就是喜欢涨价，价格越涨它利润越高，想象空间越大。西南证券做过统计，2004年到2020年这16年间，片仔癀一共提价19次，零售价从329元每粒涨到590元每粒。从出厂价来看，片仔癀定剂共提价10次，从2004年125元一粒升到2020年390元一粒，提价幅度210%。那价格越涨，它的利润越高。但近2年涨价效应好像失灵。2023年5月，片仔癀定剂在国内市场零售价格从每粒590元上调到760元，供应价格相应上调了约170元一粒。同时，海外市场供应价格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上涨了约35美元一粒。但是从目前的业绩来看，这轮涨价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2024年年报显示，片仔癀在福建为代表的华东地区营业收入增幅没有跑赢其他地区，仅比上年增长0.8%，而华东地区为片仔癀贡献了60%以上的收入，也就是华东地区大本营都熄火了，业绩失速，可想而知。现在抢购片仔癀的这个盛况很难重现了。拼多多平台有店铺卖到了600元一粒，二手市场黄牛更是把价格压到了585元一粒。那有人就问了，这个片仔癀为什么这么神奇呢？价格跌落的背后，片仔癀的信仰也在退潮。片仔癀颇具传奇色彩，还入选国家保密配方名单。在这个保密配方名单里面，获得国家绝密级别的只有2味药，一个就是云南白药，一个是漳州片仔癀。这种充满神秘气息的药品一度被国人推上了神坛，成为神药。能上神坛就能从神坛跌落，这是必然规律。有意思的是，尽管卖上了天价，但根据医学临床验证，片仔癀对无名肿毒、跌打损伤、炭烧伤、消炎止疼等确实有独特功效。对于外界传言的防癌、抗癌和修复肝脏细胞这些疾病，却至今没有得到权威报告和参数指标的证实。也就是说，片仔癀防癌、抗癌、修复肝脏细胞，这个恐怕都是大家脑子里面想象出来的。那这么一说的话，这个片仔癀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消炎药。那消炎药为什么卖这么贵呢？为什么能不断涨价？这个片仔癀里面有一款药原料就是麝香，它不断涨价的秘密就在于宣传药材稀缺的概念，营造投资增值的现象。黄牛不断做局，也就是药已经不是药了，变成一个投资品。就像茅台呢，茅台它已经不是单纯的酒，它变成一个金融产品。片仔癀把自己也成功的打造成了一个金融产品。金融产品第一个就是稀缺性，就像个土地一样的，上海市中心的土地为什么卖20万一平米？稀缺不能再生。实际上像片仔癀这样的
产品在湖市还有很多。我以前举个例子的，东阿阿胶养颜补血补气，千年滋补。把咱们国内驴皮都吃完了还不够，还手伸到了非洲，非洲的驴都受不了了，驴皮的价格一飞冲天。我记得非洲人居然打出来要保护非洲的驴这样的口号。现在你再看看，对吧？东阿阿胶好像也是跌落神坛，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比较神秘，多少跟中医中药有关系。这一轮炒作现在彻底熄火，这10几万的股民就等着解套吧。我们不能说片仔癀没用，片仔癀作为一款消炎药，有它的独到之处，有它的药效，但是你吹过了，最终摔下神坛，那叫金融消费者买单吧。我们再看看这个北京日报一篇报道，说这个2名会计师帮企业虚增利润上亿元，2名注册会计师造假获刑。2名注册会计师在审计工作中不仅没有担起看门人的责任，反而帮助企业虚增利润上亿元。近日，2人均被判处刑罚。市检3分院通报该案，这个朱某某和刘某某都是某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受事务所委派担任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某文化公司签字注册会计师。检方查明，2018年11月，文化公司的子公司与某传媒公司签订了影视剧播映合同，由于未取得播放许可证，项目收益不能确认为文化公司2018年的收入。为满足公司后续发行公司债券的条件，该公司董事长宋某等人指使公司人员另找公司签订新合同代替旧合同，虚假确认收入。审计过程中，朱某某、刘某某提出签订投资份额合同代替播映合同，并倒签日期的建议。你看看，作为注册会计师，居然教上市公司造假，这个胆儿也太大了。我见过胆儿大的，顶多是默许、暗示，也就睁一只眼闭只眼，别让我知道，你去弄。我审计的时候，我假装我不懂，或者我假装我顶多不审慎，我水平低。注册会计师真的是不知道拿了什么好处，这胆儿这么肥啊，居然教别人造假。那按照这个会计师的要求，上市公司一造假，那他肯定得确认，这不是你自己说的吗？他一确认收入，那不就报表就造了假了吗？最终，朱某某、刘某某以事务所的名义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致使文化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虚增营业收入3.58亿元，虚增利润1.45亿元，分别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总额和利润总额的42.5%和53.5%。检察机关审查认为，朱某某、刘某某在审计上市公司年度报告的过程中，利用专业知识帮助公司以合同造假的方式虚增业绩，并据此出具内容不实的审计报告予以公开披露。由于本案发生在2021年刑法修正案施行前，所以说根据什么从旧兼从轻原则，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判处朱某某有期徒刑1年5个月，判处罚金11万元；判处刘某某有期徒刑11个月，判处罚金10万元。你说会计师事务所本来你去审计别人的，把自己给送进监狱了，这图什么？我觉得就得加大力度打击这种造假战、财务造假、虚增利润，尤其是审计机构，那更得重罚，就得让他倾家荡产。因为审计机构，你守门员居然教别人作假。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说，证监会去年查办违法案件739件，查办证券期货违法案件739件，作出处罚决定592件，处罚责任主体1327人次，市场进入118人，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和线索178件。这是证监会披露的2024年总体的一个战果。湖市一共5200多家上市公司，2024年一年查处违法案件就739件，你就感觉湖市是高发区，违法犯罪的集中案发地。你一共就5300多家，合着一年就查739这个案件，这是不是说明湖市是塌方式的犯罪？所以我一直说，这湖市你这样你想走牛，怎么可能739件是不是就查完了？不一定，还有很多没发现的，还有很多还在犯罪的。媒体报道，最高人民法院、证监会联合发布《关于严格公正执法、司法服务保障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到，依法打击编传虚假信息、维权黑产、发行上市环节不正当竞争等干扰市场正常运行、扰乱资本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形成风清气正的市场生态。对于通过编传小作文等虚假信息扰乱市场秩序、损害他人权益的行为，受害人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什么意思？你编小作文那要负责任了，人家可以告你的。问题是现在小作文都是什么彭博社、路边社，你怎么告？现在小作文都是出口转内销，你
怎么告呢？最要命的是，很多小作文最后证实它又是真的，变成一个遥遥领先的预言，你说怎么处理？最后我们再看看胡锦老师这2天也对这个印度是火力全开，不太清楚印度到底哪儿就是让胡老师心中不快。或许是印度前一阵子表现比较活跃，也就是大国在跟美国进行贸易战互怼的时候，这个印度是不是向美国示好？美国的苹果手机都要从印度拿飞机运过去啊！这个触碰了胡锦老师底线。胡锦老师认为印度有点类似于背后捅刀子，所以最近特朗普好像跟印度两人之间有点的不愉快。特朗普说：“这个库克，你不要把这个产能搬到印度去，你给搬回美国。”相当于给印度浇了一盆凉水。印度现在也对美国进行贸易制裁，要反制等等。胡锦老师现在正在吃这个瓜，看这个笑话。胡锦老师说，印度这几天被特朗普想说啥就说啥的嘴巴正崩溃了，他们更了解自己在美国总统心中的真实位置啊。总之说了一大堆，看印度的笑话。说着这个比较通俗一点，就是借用互联网上的一句话说，这胡锦老师对印度是既怕兄弟吃苦，又怕兄弟开路虎，有点这么心态，总担心印度把中国比下去了，也担心印度抄了中国的后路，那个走中国走过的路，让中国无路可走。说来说去，胡锦老师就这个心态，所以他就见不得印度好，他更听不得说印度要崛起，那坚决不行的。这个心态就不太好。怎么说？印度它发展它的，印度的崛起跟我们印度崛起不代表我们就衰落，这个没有必然联系。甚至印度的崛起，某种程度上，如果你利用好了，它可以分担我们的压力，就是让大国不再那么显眼。举个例子，这个就像跑步一样的，第一梯队，美国是肯定跑第一，我们假如你跑第二，你跟美国挨得太近，那人家就防着你，你马上就超过他了，这是不行的。那美国压力大，大国压力也大。这个时候说印度跑上来了，印度离美国也很近，甚至还有其他的国家也跑上来了。这个世界不再是美国和大国2个国家是第一集团跑，而是变成5、6个、7、8个国家都是第一集团，大家拉的也不是太，美国还是在第一，后面一大批人。那这样的美国对大国的压力恐怕就小得多，他要防的人很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印度如果他能崛起，你让他崛起，他的崛起未必就代表大国就不行了。大国有大国的特长，大国有大国的这个领域，只要是良性竞争，只要不是武力暴力，是良性竞争都是好的。这种良性竞争，对手才能让你变得越来越强大，让你越来越强大的永远是你的对手。所以胡锦老师表现出来那种对印度的那种仇恨，这个确实不正常，还是一种斗争的思维，还是那种阶级斗争，那种有你没我，我们是零和博弈，还是这种传统思维在作怪。这个世界尤其商业竞争不是零和博弈，是互相促进，你追我赶。俄罗斯搞的那一套叫零和博弈，我抢的我得到的就是你损失的，你得到的就是我损失的。胡锦老师多多少少是受俄罗斯的这个影响，很难改，但是这是我个人观点，供大家参考。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